韶關南雄市地處中國廣東省東北部，人口46萬幾。市入邊嘅村民主要以農業為生，農民基本冇穩定嘅收入，主要係靠年輕人外出打工維持家庭生活。雖然國家當前制定教育改革同埋發展規劃入邊特別重視農村教育，但係由於各種原因，少數邊遠山區嘅學校設施同埋小朋友嘅就讀條件，仍然需要我哋大家關注。喺南雄市讀書嘅都係貧困農村嘅小朋友，佢哋天真可愛、活潑好學。可惜農村嘅屋企連食同埋着嘅都唔夠。我哋以為理所當然嘅讀書環境，就變成咗小朋友最大嘅夢想。破舊嘅校舍、黑暗而且狹窄嘅課室，令到我哋諗起澳門嘅學生係幾咁幸福。有見及此，教青局文娛康樂會開始對當地學校同埋學童進行助學扶貧活動。喺呢3年入邊，更加數次親身前往當地考察同埋捐贈物資。今年更決定前往當地小朋友嘅屋企做探訪，深入了解佢哋貧困生活嘅情況。朝早我哋探訪咗南雄市2所極為貧困嘅學校，烏敬鎮平塘輝進小學同埋高索小學，同2校嘅師生進行親切嘅交流，向2所學校捐助咗2萬幾蚊嘅款項同埋物資，包括手提電腦、打印機、課室嘅台凳同埋窗簾等等，並且向所有學生派發文具用品，亦都將助學扶貧資助計劃所籌得嘅款項3萬幾蚊，親手交到每位獲資助嘅學生手入邊。而本澳多所學校嘅家長更加編織咗600幾條圍巾，由家長會嘅代表致送俾2所學校嘅每一名學生，以表達本澳家長對山區學校學生嘅關愛之情。晏晝我哋到咗另一個受資助家庭探訪，文鳳就讀小學3年級，成績優異，屋企入邊仲有一個姐姐同埋妹妹正喺度讀書，但係家境極為貧困。每一日文鳳嘅爸爸都要從10米嘅地底下邊打井水嚟飲。又因為屋企只有2盞好暗嘅燈，文鳳3姊妹亦都只可以逼喺一個冇光線嘅室內入邊做功課。屋企簡陋到連廁所都冇，有需要嘅時候只可以喺路邊嘅小渠上面解決。不會漏水吧？有時候會漏就剪一下啦，把它修一下。因為這邊應該是小朋友在做功課，然後我們做。這個是這樣的，下午放完學，他們就在接下來再搞完這點。那個電視不是沒怎麼看的，就是。對，因為這邊沒有對。有電視要搞的什麼？要搞這個。搞這什麼那個接收器的很難搞，一個電視機幾百塊錢哈，所以難搞，那麼乾脆都沒有哦。所以他們全權是很勤懇，很勤懇的，但是在這個條件的壓力下沒辦法。而拍攝嘅期間，由於屋入邊嘅雜物眾多，又幾乎冇光線，更加令到我哋嘅拍攝有困難。最後文鳳話俾我聽，佢好感激我哋嘅助學，好希望自己能夠繼續讀書，將來回報社會。你現在讀幾年級啊？3年級啊？讀書成績好嗎？好。想不想繼續讀下去？一直讀到大學啊？想不想啊？想。好。那你要努力讀書哦。呢次助學之旅令到我哋更加明白到助學係需要行好長嘅路，而且為咗擺脫貧窮，必須令下一代得到教育、得到知識，提升佢哋嘅能力，幫助佢哋自力更生。希望你哋好似我一樣，都支持一下我哋嘅助學計劃。每日只需要3蚊就可以幫助到一名貧困學生順利完成基礎教育。唔好再猶豫啦！請立即同文康會嘅各個理事聯絡啦。